大家好，今次又介紹觀塘最近新開嘅食店，又睇睇食咗啲乜嘢。第一站嚟到觀塘 APM 商場，上去商場3樓，去呢間新開嘅酒樓飲早茶。平日嘅朝頭早都好多人喺度等位，地方都夠大，有好多座位，人數少嘅都要搭台。坐低咗就嗌咗茶，叫咗普洱茶，茶味夠香濃。平日早茶茶位係9蚊，時間係朝頭早8點至到11點半。呢張係正價嘅點心紙。呢度係睇到唔同時段嘅價錢。平日嘅早茶有呢張特價嘅點心紙，叫一個孖寶，連埋茶錢同埋加一39蚊可以找數。寫咗2個孖寶試試，呢個係神光孖寶26個8，呢碟魚肉釀茄子除翻開13個4，有3件大件嘅茄子，上面嘅魚肉煎香咗，夠爽滑，茄子又夠軟腍，加咗啲甜嘅醬油，好味。呢碟係陳皮牛肉球，除翻開13個4。2大粒牛肉球，加咗啲喼汁，個底有少少腐竹，肉質軟滑，輕輕嘅陳皮香味，裡面加咗香葱同埋馬蹄。呢個另外一個神光孖寶26個8，呢爐係鴛鴦燒賣，除翻開13個4，有2粒豬肉同埋有2粒牛肉燒賣，外皮軟滑，正常大細。豬肉燒賣肉質係爽滑，裡面有蝦肉，調味夠香。牛肉燒賣同埋牛肉球嘅肉質一樣。呢碟係山珍蠔皇鮮竹魚，除翻開13個4，賣相就一般啦，只得2條，味道可以嘅，腐竹係軟滑，但係好少餡料，只係得少少菜同埋豬肉，普通咗啲。總結今次食嘅孖寶點心，質素同埋味道算係合格，價錢係確實係平嘅，26個8嘅孖寶好抵食。今次飲茶連埋茶錢同埋加一收69蚊。繼續喺 APM 商場上去4樓，幫襯呢間新開冇耐嘅串燒店。佢哋平日嘅中午有個特價嘅外賣飯盒，買咗1個試試。呢個係燒料串便當，39個9，送汽水或者烏龍茶。盒飯嘅份量算係足夠，有2串串燒，1串豬肉，1串雞肉，睇個賣相燒得可以嘅。豬肉餅肉質軟滑，味道算香，雞肉串就麻麻啦。有半隻溏心蛋，夠軟滑。有豬肉碎做配料，味道就一般。有菜粒同埋黑芝麻加入白飯，再加輕輕甜味嘅豉油落去。飲品係凍嘅無糖烏龍茶，輕輕茶香味道。總結呢盒串燒飯味道可以接受，食得多2餸飯可以試下呢個飯。下一站嚟到觀塘巧明街，去到三寶木商場上去9樓。幫襯呢間新開嘅東南亞美食餐廳，地方夠大，有好多座位。今次係嚟食午餐，點咗啲午市套餐試試。呢個係蟹肉奄列飯，108蚊，炸得香脆，好似蠔餅咁。白飯正常，有茄汁同埋辣醬俾你點。粉漿又夠香脆，一粒粒蟹肉有鮮味。呢碗係雞絲叻沙，88蚊，都夠大碗，有1隻雞蛋夠爽滑，雞絲又肉質一般，湯底只得椰奶味，個金邊粉都夠滑。
呢碗係泰式豬腩肉湯麵，68蚊，都算大碗。豬腩肉嘅外皮有少少脆，但係肉質就好韌，有菜心拌菜。麵就太軟爛啦，麻麻地。湯底又夠香味。呢個係芒果糯米飯，38蚊。芒果切粒，輕輕香甜味。糯米飯軟熟綿滑，再加啲脆米嘅椰漿喺上面，好食。飲品係要加8蚊。鳳梨汁少少酸甜味。凍檸水同埋凍檸茶係無糖嘅，要糖水又要問店員攞。總結今次食嘅食物，質素同埋味道只係一般，價錢偏貴，仲要收加一。今次最後一站嚟到觀塘鴻圖道，幫襯呢間新開嘅餐廳，地方夠大，有好多座位。睇睇餐牌，呢頭係自己用手機落單同埋俾錢，如果冇俾錢嗰個 app 呢，就出去櫃台俾錢。點咗啲食物試試，呢碟係雞肉蔬菜沙律，68蚊，好大碟，菜啊夠晒多。雞排肉係切成一粒粒，都夠軟滑。沙律又有蔬菜、車厘茄、芒果粒，又有啲果仁、菠蘿粒，有個胡麻醬俾你撈沙律，加落去撈勻好食一啲。呢個係鐵板至尊肉眼扒，88蚊，包一碟意粉。個鐵板唔係好熱，有牛扒、太陽蛋、粟米、番茄、西蘭花，跟個蒜蓉汁。牛扒肉質都軟腍，都夠香味。太陽蛋同埋啲配菜都好食。意粉醬汁夠香，掛滿晒喺條意粉度，好味。呢個係金牌脆皮燒雞套餐，98蚊。包半隻燒雞、湯、意粉同埋汽水。湯係羅宋湯，好足料，味道夠香，算係比較好嘅羅宋湯。有半隻燒雞，正常大細，上台嗰時熱辣辣，賣相靚，外皮香脆。撕開隻雞髀，有好多肉汁。雞髀肉夠滑，調味又香。雞翼位都夠滑。雞胸肉就一般啦，睇到有肉汁㗎。有沙律菜做伴菜，個餐包一罐可樂。總結雞肉沙律就一般，牛扒係合格嘅，燒雞只係雞髀個位好食。鍾意呢個頻道影片就請我訂閱同撳埋個鐘仔，下次有新片推出就即刻收到通知。加入會員真正體驗觀塘食好嘢。今次又食住咁多先，多謝我哋嘅會員，多謝大家支持收睇，拜拜。